好，线上的佛友，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荣兄佛教频道。在节目开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为我们点赞分享，谢谢大家。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到3位嘉宾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马，是今天的主持人。我们第一位嘉宾是来自澳洲的泽仁扎西堪布，欢迎您堪布。多谢你，多谢你。泽仁扎西堪布在1976年出生于西藏的扎曲喀，16岁起，堪布开始学习传统的五部大论，后来一直在根本上师大堪布、贝玛财旺法王，还有屈家尊者等等的上师座下，得到很多珍贵的佛法教育。堪布在2010年正式去台湾学习中文，在这期间，堪布也撰写了一些书籍，主要是《天使看不见》、走向世界的西藏牧童、藏文翻译版的《六祖坛经》。堪布现在安居于澳洲蓝山，是慧伦藏传佛教协会的指导上师，同时也是我们荣兄佛教频道的发起人。我们第二位嘉宾是来自台湾的彭丽师兄，欢迎您，彭丽师兄。大家好，我是彭丽。彭丽师兄呢，是一位佛教的音乐创作人、唱片制作人，同时也是一名主持人。他曾为歌手黄思婷制作一系列的佛经音乐专辑。彭丽师兄已经把自己对于佛学的研究和闽南语歌曲的创作成功的结合在一起。除了是一名唱片制作人的身份之外，彭丽师兄更是利用自身对音乐的优势与天赋，积极的推动佛教事业。那我们今天第3位嘉宾也同样来自于台湾，他就是我们的苏达师兄，欢迎您师兄。大家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苏达师兄毕业于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是一位全方位创作型艺人，同时也是一名知名的演员、剧场导演、编剧等多重身份。苏达师兄于2001年开始接触戏剧表演，2011年以电影《赛德克巴莱》花冈二郎这个角色正式开始他的影视之路。2015年，苏达师兄凭着《剑士英雄》这部电影荣获第50届金钟奖最佳男配角。再一次感谢3位嘉宾抽出宝贵的时间出席我们今天的分享会。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生活中的佛法。那么我们今天的3位嘉宾，不管是在学佛的背景、生活的历练，都是极其丰富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和他们聊一聊。那么首先，先请问2位师兄，您是在怎么样的机缘下接触佛法的呢？我们先请彭丽师兄。好，其实我自己的生活环境，就是我从小的家庭里面，其实他们信仰的是民间的一个信俗，就不是佛教。但是我觉得我就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从小因为会梦见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所以我就会自己去找那个资料，然后就是念佛号。那一直到了我从事演艺工作，出道了之后有机会自己上台唱歌，那经常呢在台上就是看到观众对我投射的眼光里面，因为我唱的歌是比较温馨的那一种歌曲，然后经常看到为什么我的歌迷他们会掉眼泪会哭，然后他们经常希望能够去听到那些温暖的歌。后来我就开始去追寻，但是也没有找到什么样的答案或是蛛丝马迹，一直到有一年就是自己搬了家，然后无意当中呢那个附近有一个寺庙，我自己不知道，我就是想说好吧，搬家到这个山边靠山，然后就上山呢去走一走晃一晃。那突然之间也很怪，就是听到有一个声音告诉我上面有一个大庙。那我就好奇因为其实我本来不太去相信其他的一些就是信仰，因为反正家人有拜，然后我们就是年轻人，那个时候就是正年轻，然后就是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然后做音乐唱歌，其他的并没有多想。然后后来觉得那个声音很特别，我就听得到那个声音，
往上走，真的看见一个大庙，但是呢是一个破庙啊，破破烂烂的这样子。但我自己就进去之后里面很庄严，然后就发现，哎，里面怎么都没有人，就有一个老和尚来跟我说话。好，然后我第一次看到出家的法师，其实很紧张，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所以我就跟那个法师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小心走上来哈，不好意思，我先走了。”那这个和尚他也很特别，他就跟我说：“对，你很紧张的时候，心里面默念观音菩萨。”我那时候吓一跳，因为我真的是心里面默念观音菩萨。那后来我还是很紧张，我说那好，我知道，谢谢你，我先离开，不好意思哈。他就一直告诉我啊，有因缘再上来呀，你跟观音菩萨很有缘，就跟我讲这些。那后来呢，我就跟这个师父说，师父，我住山下哈，才刚搬来，这个第一个晚上睡得不是很好，精神也不好，不礼貌哈，不好意思。那他说为什么睡不好呢？我说风的声音好吵啊，然后虫鸣鸟叫好吵啊，让我呢4、5点就被吵醒了。那这和尚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从今天开始你回去感受一下，听听风的声音，听听虫鸣鸟叫的声音，会不会很吵？他这段话里面让我有一些感受，可是我没有办法用文字去形容它。我回家之后，真的那个晚上又是凌晨4、5点又起来了哈，一大清早，我听见风的声音，我从来都没有那么用心去听，原来风打在树上的声音是怎么样？原来风的声音是这样，那是风的声音吗？原来虫鸣鸟叫，好多好多不同的这种动物小动物的声音混在一起，那么的响亮，响彻山谷。我从来没有去感受宇宙大自然是什么，原来宇宙大自然就是这样，有风有水声，然后各种虫鸣鸟叫。原来我也是宇宙大自然里面的一员。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感觉到我想要学习的佛法就是它不是只有在文字上的东西。然后之后我就有一个因缘，就去了缅甸礼佛。那刚好缅甸有个习俗嘛，就是让就是一般的信众短期出家，所以后来我就在缅甸原始佛教的这个环境里面短期出家，就是学习最基本的这个佛教的一个基础。所以在缅甸短期出家了几个月，当时进去也是要剃度，然后穿缅甸的那种袈裟，但是就是那个体验到现在来讲都是还蛮深刻的。所以这是我第一次正式的接触这种我想佛法吧，好，就是对，因为缅甸的环境语言不通，你没有办法利用语言去交谈，你只能用心去感受。所以那个是我突破，就是我在台湾平常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可能刚开始我们就是透过佛学这些文字去了解，但是到那边没有办法使用文字的时候，你会发现文字派不上用场，你也没办法沟通。但是你去用心去感受，你会发现佛法它是心灵科学，甚至它是心灵医学，所以这就是我喜欢佛法的地方。那苏达师兄，你的学佛因缘又是如何的呢？其实我跟彭丽师姐一样就是从小呢，我们都是在台湾这样的民俗就是宗教信仰的环境下长大。那我的爸爸呢，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就是不是道教，是佛教徒，他是信奉观世音菩萨这样。对，然后其实在他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是家庭的从小教育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背景。就是我爸爸告诉我，在他的观念里面，他说拿香或者是这些信奉的这些模式这些参拜的模式都是附加的。你必须先从佛法的地方切入，你才有可能在佛学的世界里面获得成长。否则你膜拜偶像或者是你跟一般的善男信女一样去拜拜然后叫神明保佑你这些都是徒劳的。你必须要先从佛法的方向切入。所以其实在我学习戏剧的过程当中的时候，我一直有发
发下许多的宏愿，这个宏愿就是我希望能够用宗教来说故事，不管是舞台剧也好，或者是电视电影也好，在我的戏剧创作上。最早期的时候，我是希望能够用民俗信仰的方式，譬如说我们台湾常常能够见到的七爷八爷，或者是我们能够常常见到的庙会的绕境，用这样的方式切入，因为他们的表演形式很强，表演艺术性很强，所以如果结合在舞台剧里面的话，我相信会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到宗教的力量。后来我开始进入到佛法的这个世界里面，我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状态，其实或者一些生命的哲理，它都是透过佛法来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在认真的去执行一个宗教信仰的剧场戏剧作品之前，在我们的每一个不同的戏剧创作里面，其实都已经掺杂了很多的佛教，很多的佛法只要能够让我们的心灵沉淀的，获得智慧的，或者是能够让我们放下心中挂碍的那些执念的，其实都是一种佛法的展现。我在一个很好的因缘是跟堪布认识在，当时我已经赛德克巴莱已经出道了，然后那个时候堪布透过洪真的介绍，然后我们在想要一起开发一个堪布所创作的一个绘本，本来想把它变成一个舞台剧，能够让用儿童音乐剧的方式来展现。那我们都想说用这样的方式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知道说佛法其实展现在不仅生活里，而且其实在我们的小朋友的儿童世界里面，它是最容易可以让大家第一时间吸收的。对，然后之后我在各种不同的佛教的仪式里面参拜，然后我也参加了佛光山的志工，然后我在所有为人服务的过程里面获得了成长。我后来才知道说，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汲汲营营，其实最大的福报就是你能够用你自身的力量去为他人获得提供他们协助，让他人因为我们自己的专业而获得成长，获得帮助。这是我后来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就除了能够让我们自己的心静下来之外，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这件事情是佛法告诉我的。对，这样非常棒。那堪布，我感觉有一点好奇，那么两位嘉宾都是来自于艺术界演艺界。那么堪布，你本身呢就是一位宗教师，那么是在怎么样的一个因缘底下呢，为他两位嘉宾结上这个法缘呢？堪布。好的，那各位嘉宾、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这是德烈。我呢就是以荣宗佛教频道的这个发起人的身份嘛，所以我们现在正在，也就是为了弘扬佛法和就是能够用这样的这个网际网络的这个平台，也这个一个发布式。或者也其实也是给予大众的一个智慧层面的一个服务了所以呢，今天这个彭丽和苏达你们两个专门就是这个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尤其是你们都是非常这种大忙人，但是特别是来这边一起能够交流佛法，真的是也特别的感谢那我们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在台湾当时学中文，后来就是这个弘扬佛法的时候呢，我本身的观念当中，弘扬佛法的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专属于这种法师和上师的一个唯一可以做的一个事情。其次呢，就是弘扬佛法呢，释迦牟尼佛的84000个法门都是一个方法，所以刚刚彭丽也好，这个苏大也好，他们用各自的歌声或者这个言语的这种方式，能表达出来的正能量，佛法都是一个智慧嘛。所以我当时2012年。刚刚就是这个负责这个藏研会的，应该那个时候我是负责藏研会的主席吧。那个时候我就是想办一个叫做微电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就是这个呢，就是这个想的呢比较怎么说呢？
根本不是我的一个背景和这个人生有关系的，看起来，但是实际上呢，那个时候微电影也非常流行，所以我们用这种微电影的一个比萨，希望让更多人认识佛法啊，这是我们的目的。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刚苏大说的一样的，就是我们就是透过那个时候，还有我自己的一些绘本，尤其是这个赛德克那个不是那个微电影的时候呢，他就是这个赛德克巴拉，然后这个也出来啊，那个时候就是画廊啊感觉当二郎，对，就是那个就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在台湾那个电影呢非常就是红的时候啊，所以呢，我们也专门邀请这个苏打的帮忙，而且我们后来呢，那个魏德森导演呐，还有宗萨仁波切啊，他们也邀请。那个时候从头到尾也很多时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苏打是这个我们这个主办单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所以呢，就是主持这些节目啊等等。那后来呢，我们个人也就是这个，就像我的这个儿童绘本《天使看不见》啊，那些的，通通都是我们这个一起。还有在张英会有一个那个时候有一个网络电视，那个里面我们还是也就是一起绕簪吧。哎，对，是绕簪吧，记得吧？啊。那个记得今天那边的张永辉的办公室里面，我们也录了一些节目啊，等等，反正就是都是我觉得大家虽然是一些不同背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理念，所以就是用各种方式来希望能够传达一个佛法的智慧和慈悲。彭丽的话呢，其实也是我们一样的。我张永辉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专门在监狱里面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生命关怀和一个协助监狱里面，因为监狱里面的不能说是弘法，因为是他们那边有各种不同信仰和没有信仰的人，但是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协助。所以我们呢，就是像其他的宗教团队一样，那个时候张永会专门去办了很多的超度法会，还有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几个法师和喇嘛去念经，光是这样的话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呢，不一定是那种。很兴奋啊，所以呢，我们也专门请一些艺人呐，因为他们那边就是他们的这个关在监狱里面的人来讲的话，能够外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授的人去在那边唱歌啊、跳舞啊，然后用这种方式跟他们一起，能够过上一个这么的特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时光的话，对他们来讲的话呢，极大的一个安慰。所以呢，当时我们在那个桃园吧，这个监狱里面办了一个佛诞法会，那个时候呢，就是第一次，应该是我们一起，就是我们张永会的名义邀请，然后去那边就是唱歌、就表演出。后来呢，我2019年就是2年前就是去台北的时候，也是我们再次见面，然后就是一起，也就是我们在那边就是有一个关于六祖坛经的一个在台北的那个 OK， 反正应该是台大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有一场讲座，那个时候是彭丽也是这个帮我们就是做主持我们这样的有很多。那在我们这个网络上大家也经常有联络的，所以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为佛法做事情和有一些共同的一个理念和想法的人，也可以说是志同道合了所以我们一直都是认识的一个状态，大概是这样。那听堪布这样子娓娓道来，跟2位嘉宾实在是有着非常美好的共处的经验，非常学习赞叹。那么我们想问一下彭丽师兄，那什么因缘让你开始制作这个佛教音乐？那一般的主流音乐制作和佛教音乐有什么差别吗？好，一般的我们讲主流就是大众。好，就是大部分的人。好，我们讲这个世间的一切的我们讲说，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所有的众生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因果业力。好，那既然有因果业力呢，这肯定里面有
有好有善有恶哈，有好有坏哈。那做音乐，我们讲如果大众来讲，当然是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修行的人，甚至他只有一点信仰或者善根比较浅薄。那普通的音乐来讲，我们讲世俗的靡靡之音哈。原来我自己也做了很多的流行歌，就是也帮很多歌手做，甚至也在大陆地区哈也做了很多的音乐。那里面它也有，我甚至有做过比较民俗一点的，比如说客家的那种很传统的歌，然后闽南的，然后也有普通话的哈。那不管什么样的语言，我们发现听歌的人哈，就是他有可能是一种情绪上来的时候，他需要一种慰藉、宣泄啊，然后听完之后就没了。好，但是佛教心灵音乐它不一样的，我们讲佛教音乐，它一定就是有这种我们讲梵音的这种成分在里面。那能够说是梵音，就是它能够利益众生。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些音乐，它是达到利益众生，真的是达到心灵提升。所以佛教音乐它可以达到这种心灵这种提升的影响。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很多像我自己的佛友朋友，他们可能会去参加法会，然后听闻佛法然后有问题他可以请示善知识，或者是自己的上师，或是其他的法师可是他回到家的时候，他在佛堂可以信心满满，他回到家的时候就开始沮丧没落，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做，他不知道怎么开始，或者是他还没开始他就开始紧张了。所以我觉得音乐是一个很好的跟众生的心可以达到一种连结的这种效果。所以当我自己开始比较大量的创作佛教音乐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故事，医院的医生跟我买我的歌我的专辑想要给病人听。那我就很好奇他买的不是我的佛教音乐因为我没有特别去推广它。那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呢？他说，我安宁病房的病人指定要听彭丽的哪一首台语歌。我说这是我的成名曲，那么也是很温馨的一首歌。然后我问他为什么要听呢？医生说，往生的病人要什么，我们都极力的希望能够帮助他，他的要求居然只是要听到你的声音。那后来我就跟这医生说，我不要钱，我就送给你。那我也去了解了跟这个医生不断的去联系，去了解很多安宁病房就是往生前的病人他这种心态。我后来也收到这个病人写的一封信，他跟我说，彭丽老师，虽然我可能没有机会见到你，因为我是一个癌末的一个病者，我即将要往生，可是我听到你的声音之后，我的心灵起上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好像我改变了，我被转化了。他说以前他刚开始住院的时候，得到家人的关心，朋友的关切，很多人来问候，可是呢久了常年的化疗下来，他觉得他的家人不爱他，他甚至觉得她老公是不是有外遇，他觉得他小孩是不孝，他觉得朋友对他不真诚，他觉得人家会怕他，他能够独处的时间都在想这些事情。可是当他听到我的歌，人家播给他听的，就是看护播给他听的他觉得心里得到一种慰藉。那当我看到这个信里面他讲的这段话的时候，我就掉眼泪了。原来我可以为病人，为需要的人做更多事情，那我是不是要更发心来做一些真正的梵音，能够让他听得更有感觉，甚至让他认识佛法。我希望透过我的音声，我的音乐让有缘的众生种下一颗未来的菩提原因。然后这个病人最后他告诉我，彭丽老师无论再辛苦，你要多做一些佛教音乐。虽然佛教音乐这种心灵音乐在这个可能台湾是没有什么市场的了但是我希望你多做。那从此以后，我从这个因缘上，我就不断的发愿去做，能够有多少的精力，多少的预算，我就慢慢的做，然后自己慢慢的在网络上或是在民间团体里面去做一些宣传，然后渐渐的我越来越有信心。所以
我从这里去感受到，你的愿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你的愿有多大，有多宽，你的路就有多宽。所以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是非常棒，非常感动的这个分享。那么想请问一下堪布，在佛教的七支供里面，其中一项就是音乐的供养。那么请问堪布，那么音乐艺术在大乘佛教扮演着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呢？我觉得在佛教的这个七支供当中，就像《华严经》里面的这个七支供当中呢，也特别强调各种不同的乐器。所以呢，这个佛教可以能够供养的歌声和乐器，更没有任何的绝对的一个什么传统经常看到用的可以用，它叫做法器，其他不能用，没有这样的。而且呢，就像有一些佛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在一些天界的这个有些特别的地方呢，没有真正的专门的人去讲佛法，只是这个一些自然的很多的音乐当中，那能够出现这个四圣谛、四法音的这个佛法之声，然后众生能够获得这个各种安乐和解脱。而且最近我看到有一个药师佛经里面，药师这个佛当中的这个其中一个这个一尊的法缘，也是当他成佛的时候，他的这个插图呢，就是各种的这个自然界的这种声音和这个音乐乐器的这个声音，转化为一个三摩地和佛法智慧的一个声音来这个帮助众生让众生能够种下解脱种子。那我们经常比如说在资源的大地的门口，为什么要很大的种？为什么要特别去这个我们敲呢？因为其实这个鼓也好，钟也好，听到这个声音的人都能够获得解脱种子的。那我们一个人专门去发心，有意的用自己的个性能够传播这种一个佛法的教育等等的话，那就这个利益是其实特别特别大的。尤其是如果一个人直接讲佛法的话，可能不愿意听，但是转化为这种艺术性质的其他的一个包装的时候呢，任何无论是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其实都愿意去听。这个也比较符合我们凡夫人的这个习气嘛。所以呢，有时候这次能够利益众生的这种，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善巧方便。那对供养佛菩萨来讲的话，那当然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供养。所以本身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佛法为什么观音菩萨有千手千眼，为什么密宗里面有很多特别的佛像，其实它并不是真的有这么一个众生的意思，而且是一种高艺术的方式传达一个超然的一个智慧的境界。所以其实是佛法的表达就离不开艺术的，这是我的看法。好的，感谢堪布。那我们都知道，在生活当中难免会有高低潮。当事业遇上种种的困难或者是障碍的时候，您是如何与佛法来解决一些人事的问题，或是以佛法来突破在工作上的一些障碍？能不能请苏大师兄和我们分享这一块？我想大家在生活当中最容易遇到的人事问题，就是虽然我们在佛法当中参透，虽然我们在学习佛法，但其实，说穿了，就是我们在学习佛法的过程里，最大的目的就是如何能够亲近我们的心，因为其实在，我们都不是个体户，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打滚，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即便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作家或者是画家，但无论如何，你都得踏出家门去与人相处。那佛法至于我们，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我觉得最大的功用就在于帮助我们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学习更大的智慧来应对。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经验，就是我们学习佛法好多年哦，我们知道了好多能够让我们心里平静的方法，但是往往在工作上或者生活当中的时候，他一个不小心贪嗔痴就起了，他一个不小心可能主管的态度不对，可能同事对你不好，或者是你今天可能出门，或者是你可能遇到塞车，所有不同的这些烦恼都会起。这些烦恼心，我觉得是我们在面对生活当中的时候最难克服的，而它每天都会来。那其实我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我很感谢我的爸爸。我的爸爸他其实因为他是认真研读佛经的那种好的那种智慧的父亲。我记得我以前国中的时候，国小国中要上课的时候，他就会在我要出门前的时候把我拉到他的面前，他会说：“来，你跟我念一遍。”我说：“要念什么？”他说：“来，你跟我复诵。我要控制我的情绪，因为它会改变我的一生。来，预备，起！”然后我就跟着我的爸爸念一遍。所以从小我的爸爸都是以这种身教的方式将佛法带到我们的生活里。我其实查到资料，比如说我们的《无量易经》的偈颂里面有说：“若人刀杖来加害，恶口骂入终不成。”我们怎么样在社会当中打滚的时候，遇到有人对我们有敌对或敌意的时候，化解这样子的嗔恨，而变成我们祝福他的力量。我觉得这还是第一步而已。当我学习佛法到第2阶、第3阶的时候，我更清楚知道，其实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你有恶意，没有任何人对你是敌对的，除非我们今天害怕自己被他人瞧不起，或我们害怕自己被攻击，那么整个世界对你来说就会是充满需要常常武力去对抗的。那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各种高低，一定有高有低。我们遇到的任何的困难，我觉得还不敢说是建议大家，但我都是这么跟我自己说，就是没有任何难关是难关。一颗球你往这儿看它是圆的，你往另外一个地方看它可能是不同的面向，你从上看你从下看它都有不同的解读，但它就是那一颗球。所以我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坏情绪，坏情绪都是我们当下给自己的，并没有坏的事情，并没有坏的际遇，所有的相遇，所有的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眼睛的我们的命运里，都是最美好的安排。这是我学习佛法之后让我最得到成长的一个关键。它让我之后在面对各种生活当中的难关的时候，可以很快的在没有深呼吸的情况之下，我就可以快速的排解。它能够让我在面对人与人之间的时候有更大的善意，因为没有人是恶意的。这样。那苏达师兄真的是很幸福，也很幸运，有一位如此棒的爸爸。那爸爸真的是你人生中的一位大善之士。今天父亲节，祝他父亲节快乐！我祝福爸爸健康长寿。那彭丽师兄呢？您是如何以佛法来解决或者是来突破你在工作上的一些障碍吗？我觉得我蛮幸福的，现在，因为现在跟我住在一起的家人，还有我的助理，就是我的工作环境，都是佛化的一个生活环境。好，那如果说我们讲这个世间就是一个共业的一个环境，但是它不一定共果，这是一个佛教最真实的一个道理。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心去转化它，但最难的就是如何转化，就在文字上学不到。那刚刚主持人也讲到高低，高低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福德因缘，我们善恶做善做恶，今生的果报会体现这些我们讲说生活水平高低、福报的高低哈，这些都有它的福德因缘哈。那我经常会提醒自己这个概念。好，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说，把佛法给记住了，我会把它变成口诀来提醒自己，就像刚刚苏达师兄的爸爸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哈。我经常是这样，然后就是要去记住，人各有福的因缘，不要去羡慕人家，不要嫉妒人家，我们要往上爬，我们自己要努力。然后怎么努力呢？广结善缘，修学佛法的智慧。那最主要先安住自己的心是很重要的哈。譬如说我经常会把这些自己碰到的障碍跟困难当作是一种逆增上缘。因为我后来发现我的个性也是，就是说中国人有句话说什么
船到桥头自然直，其实船到桥头不一定直，但是死到临头的时候你会比较明白。因为我过去当过那种生命关怀的义工，就是有时候对于我们要往生前的人、生重病的人，我们要去关怀。那我从这些关怀里面，我才发现是他们教会我很多事情。人都是怕障碍的，好，可是都不知道说佛法不断的在讲说，这个佛法的因缘观也好，因果论也好，都在体现无常苦空的智慧。可是我们从来都想要接受美好的事情，从来都害怕不好的事情，可是都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去广结善缘，做很多事情，我们有功德力，障碍才会现前，然后我们要去看清楚这个障碍是什么。所以后来我自己也从这里去看见了很多很多自己内在的问题，就从做的过程当中看见自己，然后去反观自己，然后再去看见那个所谓障碍背后的智慧是什么。那我发现原来我这个人的个性，以我自己来讲哈，就是因为能够把试着就是能够把这个障碍当作逆增上缘的一种，我想楼梯吧，就没有碰到障碍，我觉得我不会成长。那我也发现其实有很多朋友会是这样，所以我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不要害怕障碍，去迎接它，面对它，我们才可以消障碍。佛弟子学佛不就为了消障碍吗？好，就像佛也修行3大阿僧祇劫，才能那么久的时间都在干嘛？他有他的愿力，他也要转化他的这种因果业报啊。那我们为什么就不要去转化我们的因果业报呢？所以我后来想通这个道理，我每次碰到障碍都这样想，然后真的就是关关难过关关过。但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的感觉，我也跟很多朋友这么说，你只要多广结善缘，多布施不舍，你就没有办法理解能舍的智慧。然后当你碰到障碍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嘿，我好像很多事情迎刃而解，甚至呢我碰到贵人相助。所以我觉得人的一生最有福报的不是你大富大贵，你拥有很多物质，你很多的朋友。人的一生最大的福报在于你有困难的时候正好能够有用得上的贵人，这是我觉得最大的福报，跟大家分享。对，那品天师兄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就是多行布施，多广结善缘。那我们汉系佛教都有广传一句话，未成佛道先结人缘，这是非常的重要。那堪布也曾经提过我们上课的时候佛经里面有说到说，在佛法不兴盛的地方，弘扬佛陀的法教是极为殊胜难得的。那请问堪布，什么因缘让您选择在澳洲作为你弘法事业的一个起始点？因为从表面上看来，这里的佛法事业也不比藏地来的兴盛。那么在洋人的社会弘扬佛法和在藏地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能不能请堪布和我们分享一下？刚刚小马说的一样，就是我一开始这个来澳洲的其实是目的是为了拿到一个比较稳定的身份吧，就是因为以前呢我们都是这个在台湾，虽然呢就是台湾的这个人情味台湾整个佛法的环境就是物质的条件各方面都其实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有一个对我们来讲的话呢，最大的问题是，比如说几乎是每2个月就是那个签证问题，一定要入境等等各种方面的这些方面的，尤其是我们在生活在这个印度的藏人来讲的话呢，这个方面就是有很多别人可能是感受不到的这方面的一个难处然后呢这个也带来了很多的这种不明，比如说2015年的，其实这个中间我们有几个我去印度那个时候也是办签证的，
然后本来在台北有一些行程安排，其中一个是那个叫定神符，你知道吗？大家知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定神符啊，这个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符很有名的。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座谈会啊，类似这样的一些完全安排时间地点全部安排好，可是是拿不到签证啊，不能回去台湾。类似这种事情发生很多次。后来呢，我有一个机缘，就是可以到这里拿到 PR， 然后慢慢可以入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一开始呢，并没有想到说我要去偏远地方专门去弘法，也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呢，很多事情呢，也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了啊。所以呢，在这边久而久之，现在已经是差不多是6年了，就是很快的啊，很快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在这边确实是经常弘扬佛法的时候，澳洲这边的这个佛法的环境远远就不如台湾，更不用说是印度啊、尼泊尔啊、西藏啊这样的地方。所以有困难，但是在有困难的地方，弘法的这个利益是特别的大啊。这个呢，在佛经当中也有特别提到，比如说没有佛法兴盛的地方，你去弘扬佛法，或者你盖一个寺庙，或者建一个佛塔，这个福德和各方面来讲的话呢，对这个兴盛佛法的地方来讲的话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现在呢，我也在这个努力的啊，就是比如说我在这边的时候，有时候就像小马师兄啊，他们在马来西亚，有些在台湾，有些甚至在中国大陆，有些在这，有时候时差上的差异，也就是习惯上的差异，还有一些洋人也进来，我们要一起在线上上课的话呢，语言上呢，我们要用到有时候藏语，有时候中文，有时候英语，那我自己英文也不好，有时候透过翻译等等各种一些这种方面并不是很容易的，所以有这些困难，但是我觉得是自己就是也对佛法的这个热爱和，反正就是这些弘扬佛法的事情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就是任何的方式都，这是在不断的努力，就是这样而已，没有特别的这样。但是而且另一个呢，也要面对各种的，比如说洋人、华人、藏人的一些做事情的风格和文化和观念上的差异，而且表达上的不同，接受的程度的不同。那这些都是其实是弘扬佛法的时候的最大的挑战。你就是这个设计的面具，也就是多元化，就是要这个出现的问题和要学习的也更多，所以都是一个挑战。但是要弘扬佛法，我们也就是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就可以了，就是这样。那我们今天请到的2位嘉宾啊，都是艺人啊。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外人看娱乐界，都是觉得它是五光十色，非常让人感觉到羡慕迷恋的生活。可是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环境生存，其实一点都不容易。那请问2位师兄，要如何才能在这一个幻化无常的娱乐界，找到自我的一个定位，而不迷失在其中呢？我们请苏达师兄跟我们分享。演艺圈真的是一个很容易让人家迷失的一个产业，因为怎么说呢？因为我们讲更白话一点，就是它它赚钱的方式比较特别。一般来说，我们的工作都是按月计酬或者是按件计酬。可是，在演艺圈，它很多时候它会因为演员的外在条件，而让他有所谓的不需要依靠劳力而能够获取的收入。他可能会因为他的形象良好，于是他就获得了一个很大的代言，可能会获得他可能会因为他的以现在自媒体这么的发达，他可能发一篇短短的文章，他就可以获得数万元的进账的那种业配，或者是说我今天只是客串1天的戏，或者是我演1集的戏，我的单价都可以有不是定价的这种调整。所以其实演艺圈，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它最大的价值观的迷失就在于你所付出的劳力跟收获它不成正比。那这个不成正比，往往都是
就是累加的，就是说你可能不需要获得太大的努力，但你可以有很大的报酬。可是你知道吗？演艺圈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事情，就是它是有高有低的。它不像我们一般其他的工作，或者是一般的上班族，你只要认真努力负责，你脚踏实地，你可以每一天每一年都在你未来升迁的走在你未来升迁的道路上。而演艺圈不是，演艺圈是你不断的努力，你可能今天获得了影后，明天获得了影帝，但你下个月或明年你就没有戏约，没有戏约的时候，你的价值会因此而不断的被打击，你会心里想说，我不是一个好演员吗？我不是一个好导演吗？我明明写的故事很好，我不是一个好编剧吗？为什么运不在我身上了？所以它其实是有高有低的。那演艺圈非常残酷，它是一个它就是一个浪头，你上去必定下来，而你下来必定上去。那连我懂佛法的人，我在这个圈子里面都曾经被这个患得患失的大浪冲的真的是头破血流，就是你会很不断的在自我质疑，就是我这么努力到底在哪里？老天爷菩萨，你看见我的努力了吗？那在演艺圈的这个情况下，它不仅五光十色，它同时在摧毁你的信心也非常的猛烈。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都是在进入演艺圈7、8年之后，我才开始参悟这个道理，就是你有高必有低，所以你其实在获得了讲座或者入围了，你获得了大家给你的掌声的时候，你必须马上告诉你自己，它很快就会下来。所以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维持在一个平常心，平衡，然后让你自己能够不断精进，然后让你自己可以因为你自己的存在而获得肯定，不要因为你演的戏有没有入围而患得患失，或者是你今天的钱拿得高不高而患得患失。那以及当我在很低潮的时候，我也会很容易的告诉我自己说，它低必定上来，因为绝对在演艺圈里面不会有任何人是永远低的，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不转行。那到后来我现在演艺圈第12年。我也拿了奖项，我也演了作品，也现在开始当影像的导演。我开始告诉我自己说，其实在这条路上，它最大的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怎么样透过我的存在，我的创作，而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它完全就跳脱了，只是让我自己更红，只让我自己更让观众看见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演艺圈它其实是一个它比其他的行业来的更残酷的地方是，你的存在会影响很多的人，所以我们叫做公众人物嘛。对，那其他的工作可能不会，你可能只要关在你自己的办公室就好，但我们的存在是会影响很多人的。所以现在我反而更知道我自己在演艺圈打拼的这个价值就在于，我未来的戏剧创作，我一定要写好的故事。它正能量的故事，能够让人家看了能够备受启发的，对他的心、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宇宙的转动是有注意的，这才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戏剧中演艺圈里面存在的价值。那彭丽师兄，好，其实我很庆幸我有能够遇到佛法，然后有佛法的信仰，因为佛法的信仰带给我生命的转变，然后让我树立了一个很正知正见的一个价值观。很多人做了很多对的事情，他们觉得是好的对的，但是对佛法来讲，它不是正知正见，它不是正信。那我很幸运，我能够身边遇到很多的善知识，像堪布，像身边有很多的法师。那么当我经常在工作当中碰到很多情绪起伏的时候，都能够听到很多的善法，所以我觉得树立一个正确的正知正见的一个生命价值观是很重要。那刚刚这个导演他讲的他的心路历程，其实我也蛮能够去感受的，只是我是一个个性上其实也是比较做很多事情我一定要去追根究底的人。比如说当我发现有一个心灵问题的时候，我要放弃所有的事情，我就是要去找到答案。于是我刚刚讲我一开始接触佛法没多久，我不就去出家吗？好，那我去短期出家那段时间，其实是我演艺工作，其实我是幕后做起来的就是我演艺工作最辉煌的时候，我有我的公司，我开录音室，我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我签艺人。好，那个时候是我最辉煌。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你发生什么事，你怎么会把头剃了去做那个事情？我甚至其实不想回来，但是我的遇见的那位老和尚，他告诉我，修行不是只有剃度才能修行，好，就像堪布刚刚说的，很多他都有他的因缘，那这个因缘也来自你过去生的愿力。那我们要讲回到演艺圈，五光十色，在这里面的人，这个五光十色就只有几个字，叫财色名食睡，也是一切世间现象，只是他在演艺圈特别的明显。但是也有演艺圈的人哈，我们讲演艺啊，包括我呀、导演呀，甚至很多演员、歌手，其实他们有个特质，心思都很细腻。然后他们，刚刚导演讲一个重点，好像很容易就赚了一笔钱，这代表什么？过去生是有善根的人，但这样的善根有深有浅，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讲说有这个善根，他也就代表他有这个福报，可是他不知道他有福报，因为他没有学习佛法或者不深入，但是因为实在是这个财色名食睡太令人吸引了哈，那牵起我们的这种贪嗔痴的念头太多，可是当他往下坡走的时候，可能就会造成很多很多心理上的冲突，可你没有办法在他很高峰正在享受的时候叫他一定要学佛，一定要怎么样。所以我对于我自己还有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因为我走过来了，所以我都会告诉他们多少，你可以念的佛，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我不会告诉他佛法有多好，因为他在那个高峰上他听不懂的。好，你对于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人，你不要告诉他要修行，你对于从来没有吃过肉的人要告诉他吃素。我曾经告诉一个地方的人，哎呀，大家都听我在说话，我就希望他们吃素。他说，彭老师，咱们这的人没有吃过肉啊。所以我从那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感受。所以但很多朋友就是说你在演艺圈同样的问题，你怎么去修行？我就觉得说，我如果可以随缘去帮到人就帮，但是不要去执着希望别人怎么样。那我透过我的愿力也好，我的念力也好，我的声音也好，这个声波也好，去达到跟这个整个环境的共鸣，唱诵好听的声音，然后做我能做的事情，在我的因缘里面去发心。我发现当一个人真正去发愿发心的时候，他周遭的环境会改变。那这个因为你的愿力就会感召这些跟你有因缘，里面有一些有福德的人，或者说有不能说是大福德啦，因为我们没什么修行，但是那种小根器小善根的人，他可能会出现，就有因缘来去聊到这些佛法的话题或者心灵话题的时候，我就会把我的理念置入在里面。那其实这么多年我自己也是这么经过的，就是我后来其实也在内地有一些音乐得奖，但是我很清醒的告诉大家，也告诉我自己哈，然后也告诉我大陆的朋友，他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哇，你得到这个奖，每一年你都第一名，你想要做什么？你有什么感受？我都先告诉我自己，这是菩萨赐给我的荣耀，我只想要用我的声音来弘扬佛法，它有可能不一定是表象上的一个佛教音乐它有可能是一个比较温馨的歌，它没有佛教的语言。所以我其实从我自己接触面来说，因为接触的人太多了，包括也有传统民俗信仰的宫庙的朋友，也不同这个信仰的朋友都很多。但如何学会跟他们相处，其实我从这里面我发现，其实是别人教会我很多东西，只有4个字，能够恒顺众生。没有慈悲，没有智慧。你没有恒顺众生的智慧的时候，的慈悲心的时候，那个智慧你想不出来你要怎么做的。所以我常常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思维一件事情，even我可能需要花3个月半年，我就是每天会坐着这样一直想到我的助理他们觉得，姐你为什么要这样？我说你不要吵我，等我想通了再说。其实我是这么样的一个人，然后我也觉得说树立一个价值观，尤其是有佛法这样的一个正确的知见，它不容易，它真的需要这个
根气，但是我们如何发愿，让跟我们有缘的人都可以种下一颗佛的种子，我觉得我们尽心尽力去做这样子。那请问堪布，如果我们在这个生活处于财富、地位、权力比较圆满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与佛法取得一个平衡呢？堪布，刚刚彭丽也说了啊，就是遇见佛法的智慧是要有福德，而且能够吸收佛法的智慧，也本身就是你的根基和智慧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种智慧呢，其实是无论是任何的人都非常重要的。但是刚刚大家也说了，他们两个都说了，其实是人在最高峰和自己觉得是非常辉煌的时候呢，就是修行啊这种东西呢，他们觉得跟我无关，就是不接受的。但是实际上呢，人都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呢？并不是说这个一些表面上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成功啊什么的，那这个真正的内在的一个稳重的一个智慧和慈悲。刚刚苏大爷说，他这是这个言语的生涯的8年后，就是他开始明白了真正的怎么样，他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的这个所在。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最近我们也讲这个普贤上师言教嘛，我觉得他们刚刚分享的时候，我也刚好想到这里面有一些专门说高积必多，聚集必散，明白吗？所以呢，这些呢，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这是轮回的本质啊，世界就是这样。我们用一般的话来讲，就是无常。这个无常你明白了之后呢，你就是有这个形式上、外面上看起来有多，你也不会起太大的傲慢。然后你就是有一点点情绪低落啊、不顺利的时候，你也知道，因为无常，动作佛法的无常，所以能够坦然面对这个事情啊。所以呢，佛陀在瓦拉纳西初转法轮的第一句是什么呢？诸法无常。它其实是佛陀的8万4千个开头的第一句，就是讲无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就是明白无常，那就是能够明白人生的真正的道理。因为我们为什么有些人有一点点成功的时候，为什么是看不起其他人，或者这个迷失了？为什么起傲慢心？为什么起嗔恨心？为什么起那个嫉妒啊？或就是因为呢，他太就是看重这些世间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些方面呢，其实尤其是有一定的这个成就的人来讲的话呢，更需要佛法的。但是这是我们现在佛弟子的角度来说是这样说的，但是当下他们很难能够听得懂。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种各种善巧方便来，也可以就是协助啊。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尤其是这个刚刚他们也说了，其实演艺圈的人我也知道啊，大概知道怎么样的一个，他们也有很多他们的这个一些辛苦的地方啊，也有非常就是辉煌的一面，也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街区啊。那这个大家都其实是现在都完全知道的，但是知道是知道，但是这些真正的要转为道用的方式，能够成为一个正能量、有价值的人来讲的话呢，那这个就是只有一个内在的智慧了。有内在的智慧，而且比如说，如果应用上用好的话呢，就是说，言语这种导演呐、歌手啊、这个演员呐、他们的这个形象呢，也可以正面的影响很多的年轻人，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天天看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吃什么啊，所以呢，这些呢，就是如果里面含有这个正能量和智慧的话呢，就是对很多众生有帮助的。这也是现在的这个时刻
就是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看法。对，刚才堪布也有提到年轻人哦，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年轻人在职场上其实都处于一个相当强势的一个竞争，再加上现在这个疫情的袭击，如今的年轻人更容易陷入沮丧、忧郁，甚至是延伸出自杀等等的社会问题。那请问3位嘉宾，您认为我们时下的年轻人最需要什么？佛法如何帮助他们的生活？我们能不能请苏达师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尤其是现在自媒体这么的发达，所有的年轻人，大家在吸收资讯跟表达意见的情况下，已经跟之前不一样了。这个真的是很残酷、很赤裸的，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所没办法理解的。就是他们现在的孩子啊，其实现在起码30岁以下的人，他们都是在手机都能够非常清楚、快速拿到的情况之下，所长大，他们已经不是这样讲电话，他们是这样讲电话。好。的关系，对，那我觉得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在资讯如此丰沛的情况之下，老实说，你要跟他们讲爱，你要跟他们讲奉献，你要跟他们讲互助，要跟他们讲放下，或者是平常心，其实是相对困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在资讯这么爆发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够在不需要依靠人的情况之下，就能够达到生存，所以才会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酸民。因为他们会借由不需要跟人相对的情况之下，透过键盘，他们就能够活得自在。那其实这些都是假象。我觉得应该要告诉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你如果，尤其是现在的网红啊、YouTube 啊这么的当道，我实在是很想要分享给这些年轻人，就是所有的路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它绝对这个生命上它就是有高有低，它绝对会在你最绽放的时候告诉你的下一步是如何的凋零，它一定会在你最落魄的时候告诉你接下来的花是如何的蓬勃。那么事业也是，心也是。那如果今天我们在社会上打滚，以现在年轻人来说，你不可能永远是那个那个当红的网红，你不可能永远是那个在键盘后的酸民，你不可能永远是那个一文不值的路人，你永远会因为你自己的心转而改变。那我觉得佛法之于我们能够告诉现在社会年轻人，就是它其实它的影响是很立即的，这是佛法的魅力。就是只要现在你决定你要改变，你现在决定你要让你的心跟着佛法而应用在你的你的生活当中，你只要起心动念一起，你的世界就会跟着转变啊！其实它是很神奇的，但是它能够告诉现在年轻人，你要现在感谢你现在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你身边的所有的事情就会魔幻的展开，然后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奉献给别人什么，那这件事情是能够告诉现在社会大众的年轻人，你多一分感谢，你会多一分你意想不到的收获。那这是佛法教我的，我也想分享给大家，这样。文丽师兄，好，其实我平常工作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些问题，就我平常的工作就是带领很多的朋友，然后去做我们在这方面就是说行善法这一方面，那就是因为有去做，所以遇见很多问题，也看见很多问题。但总归这些问题，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些社会环境的问题，不管年轻人怎么样，老人怎么样，它就是一个根本。这个根本就是因果，如果没有在因上去断除这个结果，这个世间的业力它就是这么样。所以有时候很多朋友他会跟我说，哎呀，婆丽师姐，我好伤心哦，我们家的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我想帮助谁，他怎么样怎么样。我每天接收很多这样讯息，我就告诉他，这是因果。有时候佛法看似无情却有情，因为我们需要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修炼自己，但是我们就不能闭门造车，我们要去做，才知道我碰见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大部分学佛的人就是反馈的很多问题回来，我都会告诉他，我们的慈悲心不够，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他说，哎，是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为什么是我的问题？好，
就是我们的问题哈。所以当我们去试着让自己拓展那个慈悲心，因为他很可怜，他没有学佛才会这样。你还不拓展自己的慈悲心的时候，他完全是没有机会去接纳的。好，所以我都会告诉我的朋友说，跟大家分享佛法的时候，不要去勉强人家。有一个精神就是弥勒菩萨的精神，每一天就是笑哈哈的啊，好像这种这个肚子很大，对不对？乾坤肚里能撑船。弥勒菩萨的法门，他的精神里面有个重点，你们都要开心快乐。无论你今天造作的今天所的快乐是从你造作了恶或是善来的，那都是你家的事情。但是你现在要快乐的确很难，人世间的快乐太短暂了，就让他快乐。快乐很短暂，他可以感受到痛苦哈。如果以人的时间来看，当然会觉得说我好像快乐很长，但是以天人道的时间、佛的时间来，那根本就咻一刹那的时间过去。所以我的做法都是希望你尽量开心，尽量去玩，但是不要忘记要把一句佛号放在心里，无论是阿弥陀佛，无论是观音菩萨还是弥勒菩萨。好，没有人逼你学佛，这是为你好才叫你做的。可是大家听到学佛2个字就会害怕，好紧张，好像是一种很难的修行。好，那所以我觉得如何去引导有缘的人从生活当中看见佛法的内涵，他看见佛法的内涵，而不是看见很多教条式的文字。那也有一些朋友他经常会跟我劝说，哎呀，这个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句话大家都经常听见我说这句话说得很好，不是你说的，是佛说的。你的好在哪里？我曾经就是跟老和尚讲说，这个《金刚经》太好了，我真的学得太好了。那老和尚都没有表情，就看着我，你不要读《金刚经》，因为你有所知障，知识障碍为什么？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你读了很多的文字，读了很多的经典，你以为那些是你的知识，以为那些是你的东西，实际上都不是，都是佛的。那现在人的问题就是很多都是在那个文字上面琢磨，在那个文字上面，所以他不知道真正的佛法如何在生活当中起作用今天我常在举例，就是说人真的就是因果很重要，善根器也很重要。如何培养的根器我们在讲说善根浅薄，这个世间的人就是这样。怎么说呢？他今天做了很多善事，他很开心可是他等一下受了委屈，他生气的时候，那个爆发力爆出来比他做善事的力量还强，还要强大。所以我觉得能够多办一些让佛法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这种活动，或是我们做创造这样的音乐无论它是不是有佛教的语言，我觉得这个社会环境需要多一点的这样的东西，胜过太多的语言去表达。因为每一个人都很会讲，每一个人都很会阐述，可是就3个字做不到，没有办法去体现。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可能招牌打下来的很多的讲师，很多的博士，但是成就者真的不多。那我们发现坊间太多人，他们需要的是很生活、很白话，你告诉我怎么做，我才可以真的变好。我听不懂你说的如是我闻，我听不懂一时佛在舍卫国，其书其孤独园。我要的是我现在碰到了困难，我的感情，我的癌症，我癌末了，我要怎么样去度过。所以就是我讲这些其实或许有一点很直接，因为这是我的生活，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是我遇见的问题。
谢谢大家。刚才彭丽师兄讲到一句非常重要的，就是佛法生活化，佛教艺术化，那就让我想到我们慧伦的一些活动啊，例如堪布之前都有办，那堪布跟这个大名鼎鼎的服装设计师对谈，那么在蓝山的聚会，还有就是用茶道来引介佛法，我觉得这都讲的是非常贴切，而且我们觉得我们上师慧伦都有在办着。那请问堪布，您觉得时下的年轻人最需要什么？我们如何以佛法来帮助他们？这个呢，一言难尽。因为其实我自己呢，就是有，当然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佛学的背景了啊。所以呢，我要跟很多的学者一起聊天佛法，或我在更这样的一个场合，我要讲一些我自己熟悉的东西，我就是没有任何的担忧的，没有什么压力的。但是呢，和一个小朋友或年轻人，我以前天使看不见也在台湾那边也有这个一些讲故事的时候，其实这种年轻人和小朋友要沟通，我能用他们能听得懂，他们喜欢，对他们有吸引力的这样的一个言语的表达方式，能够讲述我的理念和这个佛法是非常非常有难度的。所以刚刚其实彭丽说的也非常对，就是很多佛经的这个如是我闻等等等等，尤其是现在的人，什么都是非常快速的能够做到智慧型手机上面。慢慢怎么样办任何事情的时候，唯一是佛法是以传统方式，唯一是用那种念诵阿弥陀佛来，然后就是要让他们结束的话是非常有难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现在有一些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学佛的人也有一个缺点，这些我们称为师姐啊、师兄啊、长辈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如法，这个是不如法，这个应该，这个应该，一开始用这种严肃和比较门槛比较高的一个这种一个方式来劝这个年轻人，那他们就是可能有时候用这种方式会断掉他们和佛法因缘的这个连接的这个路啊，这是很可惜的。比如说我们刚刚皈依三宝，你一定要吃素啊，他们做不到啊。其实实际上还不需要这样讲啊。所以宗喀仁波切经常说，吃肉喝酒做坏事的人当中也可以有佛弟子的。也就是说，佛陀其实是接纳所有，只要是心中有佛陀，他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佛弟子，这是第一个刚刚接触的人来讲已经够了。这样的时候，他有这个情感上的这个佛陀和他自己有一个连接和因缘的时候，有一天他遇到困难的时候，真的会他往这个方向去想，那个时候他才会用这个佛法的智慧去尝试自己的这个各方面的生活当中，能不能我就是用这个方式可以改变自己的。所以一开始如果我们用很高的标准或很深的意愿去跟那个年轻人说话，是真的是这个不是真正的一个动的教育的一个做法的。尤其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啊，社会学的角度，现在年轻人在做什么、想什么、要什么，其实是我是根本是一头雾水的。我自己呀，这个也是我们就是最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这边啊，就是一个欧洲的这边看到年轻人，他们很单纯，他们就活得很自在，但是他们真正的像什么，知道吗？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几乎就像是藏人一样。这边的就是20岁以下，或你苏大说30岁，差不多就是30以下的，真的是我们没办法这么讲话。就比如说一个空间里面这么的几个人和我们在一起的话呢，我们是很安静的，因为我不知道跟他们怎么讲话的，有点这种问题的。所以呢，这个呢，佛法上也是一个问题。那我们也有一些家长要自己的孩子要沟通的话呢，家长也要学年轻人的这个
语言。我在中山大学学中文的时候，这个课本里面有一个，那个时候那个网络用语还没有那么发达，但是流行的一些用词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章节是流行人啊，父母应该要学孩子用的这些等等啊，比如，所以呢，其实是我们要传播佛法的人来讲的话呢，要和年轻人沟通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也经常讲。在台湾有一个说法是，这个佛法需要年轻，年轻需要佛法所以很重要。但是这个沟通的基础是什么呢？其实也好像是我们这个学佛法比较久的这些佛弟子们，还有包括这个上师们，要自己要去这个方面要努力的。前年我们这个台湾国际藏传佛教研究会和前界基金会有一个，他们那边就是好像应该是合作的方式，有一个调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他们就是专门有一个表格，比如说今天一个佛教的这个场所活动的场所，来的人是100多个人，当中比如说有50个年轻人，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今天来参加法会？”有些人说：“因为我希望呢有一个好。”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一个是因为我的感情，因为我的家人，因为我有忧郁症，因为怎么样，他们的来的目的是各种各样的。那我们最基本上他们要的是什么？知道呢？我们这个法师和上师可以对症下药的，可以讲这个他们想真正要得到的这个佛法。如果你真正能讲出的话呢，绝对他们会接受，因为他们现在。前一阵子，我和那个门觉仁波切有对我仁波切也这样说的啊，就现在人想的是什么呢？我要的是什么？我想得到，我能得到的是什么呢？对我有帮助的是什么呢？他们其实也究竟上是想到的是这个，所以如果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给出他们这个他们要的东西的话呢，那他们绝对会接受佛法的。但是佛法的本身的智慧是非常宽阔的。艺术里面可以有，我今天早上也看了一个，昨天吧，我们就是分享这个韩国的一个这个女中法师啊，她就是用那种这个怎么说呢做饮食，饮食，明白吗？就是传播佛法，然后也就是很多西方人也因为这样学佛。那大家知道用禅点，然后也就是改变很多人的生活生命，然后就也学佛法。那艺术也是其中一个，所以就是这种方式很多，我讲的比较多一点，但是大概是这样的。那感谢干部。刚才苏大师兄讲的学会感谢，那彭丽师兄讲的要学会因果的正知见，那么还有干部刚才强调的沟通的重要性，都是佛法的每一个不同的层面。那我们就希望说，今天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分享会可以为更多的人带来意义。那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们已经来到了尾声了。其实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的背景都非常的特殊哦，因为堪布是从藏地来到佛法极为陌生的国度，开始默默的耕耘，在澳洲散播佛法的种子。那么苏达和彭丽师兄啊，不只是忙碌的艺人、演员、导演、唱片制作人，最重要的，他们更是一位佛法的修持者。那么两位师兄在经历事业成功之后，还不忘回过头为社会、为我们佛教回馈与奉献，这一块实在是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赞叹。阿弥陀佛师兄。那么我们希望这一段视频能给大家在学佛的道路上带来激发与鼓励。在这里祝福堪布，祝福彭丽师兄，祝福苏达师兄，希望我们在很快的未来会再次见面。那感谢大家，祝福大家在学佛路上法喜充满，60都吉祥。感谢大家，再一次感谢您的参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谢谢。好。